各位学生，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研究。主题这个其实有人讲太学太不好，少学少不好，咁有样一个文章嘅意思一语对照录音第50篇，提供各位学生大家来研究。一个客家白话文呢样嘅写法安尼吼，安故呢，下一篇呢就一个文章篇，那个改编成一个戏剧篇，也提供问大家这个神奇安尼吼，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客家白话语文嘅应用安尼吼，好来一下就来讲本文。个本文呢，在闽南地方啊，在1982年以前，有流行嘅句话喎，太学太不好，少学少不好，冇读书唔会不好，嘅流行嘅话语啊，咁有样安尼吼。呢度文章呢，在一个1982年嘅时间呢，有登录啊在。各杂志以及闽南语工程杂志用白话文所写嘅吼，意思一个希望大家那个让嘅将文章篇改编成戏剧篇安尼，一个一下先讲文章篇，在1980年以前，闽南地方是流行过一句话：太好太不好。少学少不好，嘅流行话，呢句话对读书人有相当大嘅风潮与考试。当时本人还在嘅大学读书嘅时间呢，听到呢句话，心中十分不高兴不满啊，并追究。让我有一种嘅风潮与考试读书人呢，法律流传咯。经过打探熟悉，能知得确实有少部分一个读书冇读透啊嘅大学生，一时填表下好多嘅意义来形成社会各界嘅笑谈。话语来连累了不少学养各方面相当好嘅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大下呢就喺打探到所知的嘅记实嘅故事啦，提供俾大家嚟做一個參考，係咪應當安尼做咯？嗬，第一，苗卷。喺在本镇嘅偏僻的地方，寒舍时节，家境穷苦，伊嘅阿爸辛苦做些存钱，叫佢嚟讀書。好家在是分數嘅是太來呀，10年長大以後，並唔會太跳。按好彩比考上大學，畢業以後，又按開始比順利考入中央某個機關來做服務，同時又對好多富有錢商人、好人嘅模樣，兩公婆生活也係可以講得相當好。呢位大學生。身家立業以後，有一日，伊嘅阿爸當高興所困難，用南洋金包圍保護嘅，專程坐火車到台北來看自己來，心中暗想：嘿，好嘅嚟，本心口來做態。好嘅嚟享受先做家幹嘅味道係相當樣板，原來讓冇想到佢嘅阿爸為
对南浦来到台北，当伊嘅阿爸一入门时，话都忙前讲，自己来嘅面处高大，出门阿爸讲啊，用好多话讲哦，你未来就创啥啊？唔爱来做乜嘅，唔爱来做乜嘅喏呢？啊个唔爱来做乜嘅，也计划呢？嫌也把糖多，嫌天天我嘅大刀乜嘅希望咪話嘅反頭，困難保護嘅，就在歸落屋家，認為滿不歡喜上而去台北上課那時，做家個呢米頭係相當樣嘅，忙啲日本書到也仲彎上唔到。定結啤就得，佢一出隻佢落屋卡以後，逐上嘅3日，同時見隨心肝，見馬做馬嘅會學到一種字體，也都聽一隻嚇，聽一個呢就係個咩叫咯？係啦，就係本陣老一嘅假嘢行啊！而家阿爸開一個飼牛場，來田春前叫佢讀書到大學，因為大學生聰明又很上進，按規時讀書打頭名，一次讀到大學。偏去美國留學得到博士學位，同時又在美國尋到好條路啊！又投嘅美國妹嘅做教嘅，伊阿爸又按那個來嘅歡喜嘅機械人，同時在解行也係零沙邊啊！個盤呢有一度嘅結果呢，講呢牙嘅來嘅，去美國讀書留學得到博士，春前歸來以後啊，唔是按辛苦嘅，牛叉做得破來受苦嘅安尼啊，但係時間過嘅論10年。來也不但冇歸來，連信息也冇看到。可憐呢阿爸，上到好彩冇將牛叉抱來燒火，加冇唔知愛靠乜嘅來生活咧。哦，面到掠下，上到以前所判嘅結果。一本人咳爆槍槍，傷心珠淚壓在心頭，有日突然間，一個郵局送來新嘅郵差啊，送來一封信嚟啦。郵差當恭喜講，nhà來對美國寄歸來嘅信啊！係寄好消息歸來幹嘛？安尼問羅阿伯講啊，接過來一看，先嚟接來一看，有禮物，講日來嘅有禮物，有天使，有人去，有考察，一級美國妹嘅做假嘅，等嘅相片，也嘅羅阿伯講啊。是呢，個事唔是伊，看那是一行，名話是有平啊，請伊讀本來，談看那事呢，好嘛？同個郵差安尼講，郵差就拿來讀個，信中原來嘅講，佢在美國佢
嘅生活改好，食味也妥嘅，礼物天时人去考察等等，齐全都有。像阿爸唔是少的，在美国生活水准高，暂时目前寄过去，等在几年以后，有钱呢人来寄过去本你阿爸。老阿伯当面就戏面讲，大批按叫心。但呢10多年呢，我等到那叫喏，而在美国有考察，有礼物有人去，爱在屋卡是饭油茶，唔是托嘅。现在同我退费去美国，拜托，也就是博士先生嘅对阿爸阿妹嘅一种嘅做法，让我睇啥咩？苗根出世在大家庭，从小到大都系穷苦人家富贵命，在大家庭中。同阿叔阿伯穷啊生活，當佢考上大學時，爺阿叔阿伯高興萬分嘅高興，腳趾公都唔怕踢落，緊去買一大掛嘅自炮嘅來打，來慶祝家中出嚟有大學生呢。呢位大學生在大學時期，填表合阿叔阿伯嘅期待與辛苦，登上交朋友，耗費了不少金錢，但而嘅阿叔阿伯也登上同伊講，後果面唔是安全。大學生呢，明年後上後下，唔咩辦法，要好好嘅來讀書。大學畢業以後，唔是講偷冇價位啊，但係一大學生嘅後顧咯，對阿叔阿伯嘅話，仲下睇唔入面。4年大學畢業歸來時啊，隨身又帶着一位愛弟妹嘅歸來，伊嘅阿爸阿妹、阿叔阿伯等等一看啊都欠那辦喪事、辦條命，原來係個細妹嘅身份不明不白啊，一個冇身份唔高。但係嘅大學生，實體上講啊，阿叔阿伯，太空時代自由戀愛，請大家莫來干涉，所以伊嘅屋企人只好過不一種來講求，也講唔妥嘅。一位大學生結婚以後不久，不但冇在自殺網求上進，連都要求先處分終身財產，使其兩公婆都愛落來有所發展。阿爸阿妹、阿叔阿伯等等都唔前搬家喎，一談到一個先來處分終身財產，這天啊，人做緊沙貨成呢，唔知一樣嘅能做個好。後來再看 TCV 係一個事實咯，苗根出世在窮苦家庭，有爺妹辛苦學大，要叫佢讀大學。大學畢業以後啊，在台北某一個公司公家機關做官，平常來往嘅人等啊，
都是有高贵身份的人物，所以苗舅呢排头就出行起来，改厝，也咪为了做个呢来嘅讲用，条件来到台北，穷下吃，搭同来嘅整理家私以及账务嘅。有一摆，拄好有某某大人客啊，突然来拜访，也作家归起头嘅客家中副长，客家嘅副长，本茶来抢大人客。一位大人客，自从都唔识看过本茶嘅来接待人客嘅学生啊，学生，就礼貌式的问伊讲啊，问伊个头先，抢茶嘅招待人客嘅係乜人咯？也做過呢來嘅，將大美都也嘅身份，就用華語國語講啊，那是辛勤的傭人，嘅係新搶來嘅傭人啊，也咪聽嘅做過來講，傭人同客家差唔多嘅。心底裏萬分無奈，天然嘅打造保護嘅一群，超歸老屋卡民農。以上四則報道係發生在1982年以前，民農地方社會公眾那個議論流傳嘅議題，綜合以上四則議題。值得拿來探討與分析當時發生嘅原由係在哪隻嘅？第一，係結婚假期價位關係最大。民農地方老一批人上講，難免一生可以轉變好壞嘅有3件事，哪3件咯？一個讀書，第二個係投資位，第三個呢係做事業。讀書有機會做工發展，做事業有機會賺錢發展。投到好價位可以幫扶興家立業，萬一投到不三不四、不明事理，又不顧大局，不尊重勞工嘅體面，簡直唔知乜嘅係欺負違規等等嘅觀念，所以勞工愛討對待父母也就一定困難了，也就係講討價位。第二呢，吃水愛飲水源頭，從第二隻故事中。跟美國博士在美國有享受所填表係屋卡嘅老伙嘅，在屋卡是番油茶工業，講實在，無論樣嘅都應該先記一些歸來後見父母，能對得起屋卡嘅老爺娘。有好養養，愛電台好事咯。好，個電台第3名，俗語所講，天下無不是嘅父也愛。父母反對子女嘅婚姻，有時總係有重婚嘅道理。不可像第3則故事中嘅大學生。充實不充錢，父母再冇水準，也總係一樣。人講，快做
上好顺，不可因一时嘅虚荣来像提示这个太学生嘅行为样。在人用人客面前，唔敢承认自家嘅阿妹，颠倒讲係以前嘅友人啦喎。以上本文記寫在1982年以前，美濃地方確實有流傳過嘅社會公眾論一個議論呢議題，也是在美濃一共產雜誌裡頭裡1982年10月19，以本上屬嘅客家詩人白話語文寫作來做報導。頭前所記寫嘅流傳記錄，經美濃一共產雜誌嘅報導以後，社會各界群起議論，引爆了客家社會對後土嘅提倡與加重飲水思念概念嘅實現。時過將近也幾十年了，唔是談到美濃地方，有親像大學大不好、小學小不好嘅現象。40年來，美濃地方嘅大學生高度積極向上打出了美濃嘅博士證以及為家鄉嘅等等公用嘅歷史。以上所寫就是講一個以前所流傳嘅一個話語，大學大不好，小學小不好，冇讀書唔會不好嘅一個話語嚟做一個探討，也可以講得大家嚟做個參考嚇，也提高警覺，一個客家白話文。頭多所讀嘅呢，嗱係講嘅有唔對啊，地度裡有注解，一個注解可以一時一語也有注意嘛，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一個參考。講到一個後土方面呢，一個在昨天一個有一個是恩福教學院嘅院長。一個要非常嘅重視一個後土，所以慈恩佛教學院嘅院長啊，也名都是解釋的是陳浩啊，當時也非常嘅重視一個後土嘅問題，所以白山好危險，一句話大家記在心度裡。以上一個小小嘅報道。同時用一時一語慢慢地讀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啊！再講一遍，有人解釋講一個好用一就是用解釋，你講不是兔子就是好，兔子分為兩種，一類係兔子，有道理，但是冇禮貌。天呢土歪冇道理也冇禮貌嘅來嘢啊！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謝謝。是望按自西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